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胡适又是震荡下跌啊，沪指窄幅震荡，小幅下跌0.3%。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是跌0.3%，深成指跌0.04%，创业板跌0.16%，北证50跌0.83%。这个反正跌幅都不大啊，但是今天上下振幅还是有一些的这个成交量呢，比昨天明显的萎缩只有2.3万亿，比昨天少了8000亿。这个成交量总体上虽然比昨天少了不少，但是还是在安全的范围内2.3万亿这个量也不小预示着还有一些赌客不愿意离开这个市场，还在里面搏杀还是比较活跃的这个今天是跌多涨少。全市场3400只下跌，总体上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不是十分友好可能是临近这个国庆节吧，有一些旅游股旅游板块突然反弹，集体拉升，但是这个也是短期的一个行为。总体上看呢，这个胡适还是在沙滩上建高楼还是这个叫指数牛市至少现在看还是在继续我看最近这个高盛呢可是不遗余力是扯着嗓子喊这个牛市来了，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今天媒体报道都是高盛，什么高盛继续维持 A 股 H 股超配评级，然后又是高盛预测未来12个月 A 股上涨8%，然后说又是高盛说中国股市或迎来流动性盛宴，外资正逐步提升中国资产配置比例。总之就是喊老乡快进场的意思再不进场就赶不上这一波了。这个上海证券报报道说9月18日，高盛研究部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进金及团队发布最新观点称，维持对 A 股和 H 股的超配评级，预测未来12个月两个市场潜在上行空间分别为8%和3%，建议投资者逢低吸纳，看好中国民营企业实节、AI 反内卷及股东回报等主题。高盛表示本轮由估值及流动性驱动的股市上涨在全球资本市场均有所体现，长期看上涨需要盈利支持。当前 A 股形成向上趋势条件较此前更好，本轮中国市场的上涨中，基本面支撑也是贡献因素之一。中国主要指数盈利在今年及明年仍维持中高个位数增长趋势。高盛喊你快加仓呢，但是这个国内有这个专家露出这个隐忧之情呢，这个天天喊这个牛市来了喊这个什么婴儿底、什么胚胎底各种底的，现在是喊各种牛的李大霄，这个李大霄现在居然在提示风险。李大霄说一些股票出现了非理性上行，A 股有调整需求，李大霄认为这个时候A 股要下调了。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有一些散户的股票在连续拉升，出现非理性上行，这种情况说明股市存在调整需求，不能一下积累过多泡沫，所以要不断放气来加以消退。这个李大霄喊底喊不准，但是不知道他喊顶对吧？喊调整喊得准不准，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这个李大霄喊底总是喊不准，但是人家喊调整呢，那一喊调整就到，出奇的灵呢。这个今天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罚了1000万。近日，证监会公布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因其审计工作存在问题，与4名相关注册会计师一同受到处罚。此次处罚的直接原因是永拓所的审计客户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永拓所被责令改正，其实施审计的业务收入566万元被没收，同时被处以566万元罚款，两项合计金额超1132万元。证监会早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延安必康在2019年到2020年财报中，通过虚构业务等方式增加了收入和利润，其中2019年虚增的利润总额占到当年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的203%。延安必康的财务报告存在明显问题，但本应发现并报告这些问题的永拓所
却没有履行其职责。例如，该公司2019年的财务报告啊，永拓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就是标准意见啊。例如2020年的报告也只出具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监管机构调查啊，揭示了永拓所在审计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调查认为，审计团队在工作的起始阶段就未能有效识别其核心子公司的业务风险，这影响了后续审计工作的方向和深度。调查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函证这一审计环节。函证是审计师向第三方独立验证信息的程序，但在永拓所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多项缺陷，例如审计人员未能有效控制函证的收发，部分回函的寄件信息不完整，甚至出现了回函地址为延安毕康办公地、联系人为其公司员工等情况。这些异常状况并未引起审计人员的足够注意，在次年的审计中，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其他审计工作中也发现了类似不尽责的情况。审计人员对一些缺少审批手续的大额付款未做进一步调查，在部分替代测试程序中也未能获取足够的证明材料。此外，2019年一位签字会计师王伟雄还被查实存在影响审计独立性的情况。也经常看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证监会啊，监管机构啊，对这个永拓所啊查出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什么函证这个审计环节？我在以前直播的时候节目里面都讲过啊。这个函证啊，实际上是审计机构啊，他对这个被审计的这个对象，他的客户或者银行发一个邮件啊，就是这个一般的书面的啊，发给对方，跟对方确认一下，哎，这个公司啊，跟你们今年是不是做了这么多业务啊？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应收没有收，或者还有这么多应付没有付？哎，你们之间这个合同是不是真实的？哎，就是发个这么东西给对方，给客户。那客户看到之后呢，哎，就会说，哎，是确实有这么个事啊，我们之间已经付了多少钱了，还有多少钱要付，还有多少业务要做，对吧？现在还有多少应付等等啊，然后盖个公章给寄过来，这就是审计程序中的函证。有审计机构啊向客户发书面的这种函证。假设啊那客户不存在，那这个审计机构把这个信要发到哪里去呢？或者那客户是伪造的，非要说是京东或者是宝钢、宝武集团，哎，这个上市公司有办法啊，对吧？他会给这个审计机构啊提供地址和联系人。这个地址和联系人呢，到时候上市公司会派自己的人在那儿等着。联系人就是上市公司自己的人或者安排好的人，对吧？在那个地址等着，等这个审计师啊把这个邮件发过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发快递嘛，对吧？发顺丰或者发 EMS 都行，或者寄挂号信，一般的是发快递啊，顺丰。然后上市公司的人一拿到这个信，对吧？他就会在里面回啊，是，对，然后刻个萝卜章盖上，再给你寄回去啊。即便是发往宝钢的、京东的、这个阿里巴巴的，都可以这么做啊。实际上就是派自己的员工去那儿拦截这个快递，因为留的联系方式就是自己员工的，然后再盖个萝卜章给他发快递发回来就行。所以这个函证这审计环节特别容易出问题。那根据这个监管机构的说法啊，这个永拓所犯的问题那就更加儿科，也就是这个永拓所他这个问题犯的就是让自己背上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啊，审计机构是不用担责任的，因为不是他造假，他没有造假，他是按照上市公司提供的地址和客户电话，按这个就发的邮件，最后收回来是假的，那审计机构不用担责任，审计机构发现不了也不用担责任，因为他不是公安呐。那为什么这次这个永拓所要担责任呢？是因为他犯的错误太儿科了，太低级了。就是这个上市公司提供的这些客户的地址啊和联系人，直接就是上市公司的人，甚至是上市公司自己的办公地点，这个审计机构居然都没有发现，这个就不是你能力的问题了，这就是你的态度问题。这个我作为会计师事务所，我给宝武集团发一个函，然后这个函在宝武集团外面被这个上市公司给拦截了，然后给我回了个假的，盖了个萝卜章，这个事情不能怪我审计机构啊，我可不知道。但是啊，我告诉你啊，审计机构是知道的，大家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就审计机构我不能担责任，这个事情你们去办啊，最好不要把我陷入麻烦之中。所有的造假
审计机构都是知道的，只是审计机构他要评估我会不会担责任，我要担多大的责任。那这个永拓所啊，就是太儿科了，就太马虎了。人家给他提供的这个地址明明就是上市公司自己的办公地址，而且这个联系人都是上市公司自己的员工，他都没有发现。有的审计机构啊，他懒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都不发信，他提供一个格式啊，他让上市公司自己去发，发完了之后收到信之后，把信交给审计机构。以前还有这么干的，他们连寄信都不寄，自己都不函证。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财务造假那么容易呢？审计机构只要稍微用点心啊，只要按照这个财政部的那个会计准则啊，那要求去办审计啊，这个流程对吧？规范去办，这个造假很容易就会被戳穿。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造假呢？就是审计机构和上市公司沆瀣一气啊，他们本来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一次啊，对这个永拓所的惩罚也是重拿轻犯，只是没一罚一，就把他的收入566万没收了，然后再罚一个566万。一般的啊，都应该没一罚三，或至少没一罚二，就是把你的566万没收，然后罚2倍，罚3倍。按照这个万恶的美西方的这个资本市场啊，这个规律啊，对吧？那个日益没落的这个美帝的这个资本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啊，审计机构只要出现一次这样的事，他就干不下去了。他就没有信誉了，他出的审计报告没人认，那自己关门吧。但是在咱们资本市场胡适啊，这种被罚的一点是没有啊，马照跑，舞照跳，不会因为受到监管机构的惩罚，不会因为他给他的这个配合人家做假账，他会受到什么这些关门，这些倾家荡产，不会的。所以说这个胡适这个欺诈善事、财务造假叫屡禁不止呢，就这些猫腻我都知道，监管机构能不知道吗？所以这被罚的啊，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券商，还有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只会埋怨自己命不好，被发现了，运气不好，要么就埋怨自己的后台倒了，对吧？自己的靠山不行了，因为造假比我厉害的都没有被发现，都没有被罚，我这才造假这么一点就被罚了。就这样的资本市场说要走牛市，和赌场没什么区别啊，比赌场恐怕还要恶劣。人家赌场好歹还讲点规矩啊。说到赌场啊，这个央视新闻今天有个报道说，有一帮人发现啊，这个他们那个一个养殖场非常忙，天天夜里都灯火通明。一般的养殖场怎么夜里灯火通明呢？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结果啊，经过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养殖场却是一个赌场。大家看视频啊。我们发现这些人经常在夜间聚集在一起，不仅彼此之间有相互转账，以及向他人有进有出的转账。他们的这些行为一直持续到深夜。经过调查，民警确认这家养殖场里竟然藏着一个地下赌场，每天都有60多人秘密聚集到这里进行赌博，每场赌资少则30余万，多则突破100万。而他们下注赌博的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微信赌博群的视频聊天画面，这一个左上角这一块是现场手机架机之后对准了股中的一个情况。第二块情况是群主安排的一个人专门进行记录每一局开奖的结果，供参赌人员进行下注的参考。其他人员都是在群里面同时进行参赌的人员。可以看到这个骰盅后面啊，还有一些人，他们都是这些赌博群的这个现场下注以及记账的人员。骰盅边上围了一排的手机，这每一部手机都代表着一个微信赌博群，在同时进行参赌。这种赌博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参赌人员，他们通过微信群视频实时下注，不管在不在现场，都能参与其中。它这种赌博方式呢，它可以说是传统和网上赌博形成一种变异的结合体。它相比于传统呢，它人员肯定是要更多一点，资金上面呢可能也更多了。但是它相比较这个网络跨境这个赌博模式呢，虽然规模缩小了，但是它引入了线下模式，现金支付以及这一个流动性就更强了，所以隐蔽性打击难度就更大了。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调查，一个以黄某等人为首的赌博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3月至5月，他们流窜于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远郊区县，专门选择养殖场为幌子，组织开设赌场，每场抽头都能达到数万元。他这个过一段时间啊，他这个会换一个地点，他这个线上的这个群呢，他过一段时间呢，
也会重新把它解散，然后再组织。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规避公安机关的打击。经过严密部署，6月24号，警方同时在多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包括主犯黄某、林某在内的3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缴获银行卡20余张、点钞机5台以及手机、电脑、账本等大量涉案物品。民警发现，参赌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市，他们大多通过微信好友介绍接触到这一赌博模式。首先是组装团队在赌场现场进行一个线下的赌场开设，然后他们吸引全国各地的这些赌博群的代理到现场来参赌。参赌人员呢加入微信群视频之后，就可以在群里面讲自己的下注情况，这些代理再把他们的这个下注情况汇总，然后一把在赌博现场进行下注。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组织架构严密，分工明确，有专职管理员统筹全局，有财务人员精准结算每笔赌资，也有人专门负责在网上拉新参赌。一天输过2000、3000都有过，但是群里面有的人的话，比如说你输100了，他就会下200，然后输200了，他就会下400，这样的话他们的输赢就会比较大，一把最多几千块钱的都有。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底开始，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庞大的赌博网络，累计涉案资金流水近5000万元。目前，警方已依法对多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个铜陵啊，离安庆不远，在安庆下游啊，大概100公里啊，境内有铜矿，这个简直是个高级黑啊，又是养殖场，又是赌场，这不像极了胡适吗？对吧？一茬一茬的割韭菜，一茬一茬的养韭菜，养完韭菜接着割，割完了接着养，叫镰刀割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我看今天啊，好多媒体啊，铺天盖地的啊，热搜啊，都报道一个连锁餐厅啊，叫什么云海肴，云海肴创始人什么赵涵逝世，享年40岁。这个《新京报》还有什么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啊，很多媒体，而且上了热搜。关键，我看了一下之后啊，什么晨报啊，什么北疆新闻、大碗新闻，全部铺天盖地，而且上热搜。就这么一个年轻人去世啊，好像是心梗，这怎么就上热搜了呢？啊，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是一个连锁餐饮品牌叫云海肴的创始人。连锁餐饮品牌云海肴有几个用户知道呢？为什么这个也上热搜呢？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有的品牌啊，它出了事大家才知道，创始人死了，哎，才能让大家知道这个云海肴，要不然云海肴没人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企业也很有意思啊，利用创始人的死还要营销一波，这个吃流量啊，为了流量确实就是叫无所不用其极啊，把坏事变成好事啊，善事喜办，这是典型的叫善事喜办了。这个创始人40岁啊，很年轻，心梗，让人惋惜啊。但是企业趁这个机会来一波营销，我为什么说是营销呢？这网上文章一大片，你知道吧 ？PR 文章全部是的，介绍了怎么创业，介绍云海肴这个来龙去脉，有多少家店，什么菜系，可见现在流量啊真的很难，这都是跟网红超市学坏了，不放过一切啊上热搜的机会，对吧？创始人死了还得利用一波，你想想，如果不是这个创始人死了，我恐怕大部分人不知道有这么个餐厅。就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啊，身体是第一位的，对吧？别管你多厉害，也别管你什么搞什么创业，什么连锁，上天下地的，没个好身体，一切都是枉然。40岁心梗啊，那这身体得差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你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现在事业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工作，对吧？第一要务啊是要把身体搞好，没个好身体，对吧？一切都是零啊，也说明现在竞争激烈啊，这餐饮行业压力非常大，要不然不能用这种手段呢。这个叫吃干榨净啊，都是跟网红超市学的，为了流量啊豁出去了。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这2天好像情绪有点反常啊，主要是这2天这个胡适啊上下波动，导致胡一进老师这心态有点不稳。他今天啊发了2个微博，都是跟那个什么731啊有关。他说啊，有谁愿意去看血腥的场面？我想所有去看731的人都是为了牢记那段悲惨的历史，
凭吊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我相信这部电影很难拍，比南京照相馆难拍多了，但它上映第一天票房就超过3.4亿。我想向每一位走进影院去经历悲愤痛楚的人表达敬意。怎么说呢啊？就胡锦老师这么大一人了，对不对？都退休了，怎么还自我感动上了？就看个电影看成这样，这个是不应该的啊。就胡锦老师这个主要是常年，对吧？也就是他这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宣传战线上，所以这个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他有的时候现实啊和宣传，新闻和宣传，他没有办法区分。胡锦老师啊，现在就在这个叫太虚幻境呢，是他自己营造的这么一个太虚幻境，假作真实，真亦假，有为无为，有处啊，有还无，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啊，就是区分这个宣传和现实，就经常会混淆。这也不是他故意的啊，这就他是由于这个长期啊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勉强可以算职业病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731，对吧？它这个电影，就是电影来源于艺术嘛，对吧？这不，它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历史，对吧？它是经过加工的，它是艺术。电影不等于历史，不等于史实，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对吧？或者你说你这是纪录片，完全是史实，那你得说清楚，那就是全部是纪录片，对吧？都里面全是档案、老照片、当事人的回忆。胡锦老师显然啊，他已经忘了什么叫历史事实、史实，什么叫电影，叫艺术加工，混淆了这两个。就是电影是电影，电影有电影的价值，对吧？电影的价值是什么呢？电影的价值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通过这些艺术加工，对吧？这些故事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和平，牢记和平的不容易，对吧？要抵制战争，这个恐怕是艺术啊它的价值，对吧？让人要这个不是让人牢记仇恨，不是宣扬仇恨。如果宣扬仇恨，那结局一定是战争，就是终有一战。我想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如果我们天天宣扬仇恨，对吧？跟这个的仇恨，跟那个仇恨，那最终你肯定是要打一战的，不打一战这仇恨解决不了，那还是走向战争。所以说啊，艺术啊，它最可贵的地方是宣扬和平，对吧？让这个人远离战争。史实是什么呢？历史是历史，对吧？历史那就容不得造假，有什么说什么。你任何观点，你得必须有证据，容不得一丝的这个瑕疵、质疑啊，这个或者叫什么叫这个啊，经不起推敲。所以胡锦老师他把这个艺术啊和史实他容易混淆。如果我们看历史史实的话，这很容易让我们就走向仇恨，因为它史实，对吧？他用历史说话，那我们看了之后，他没有经过艺术加工，那我们看完这个会很生气，对吧？会愤怒。那通过艺术加工之后啊，把我们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放下仇恨，对吧？要抵制战争，要维护和平。但是胡锦老师看完之后啊，居然是升起了那种仇恨，他是叫人铭记那一段时间的苦难。胡锦老师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呼吁啊国人牢记那段历史，铭记那段的苦难，要仇恨日本人，那你就得拿史实说话，你不能拿个艺术加工的东西来说话，来引导我们去恨日本，对吧？牢记那段历史。所以这个不能混淆。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啊？我们先不要说引导老百姓去仇恨日本，对不对？对吧？或者是引导老百姓去这个更加拥护和平，抵制战争，对不对？这两个哪种对？咱们先不讨论这个，咱们只讨论说你要这么干，那你得干得正确，对吧？如果说你要想让引导大家，对吧？甚至他要引导日本人牢记自己的所做的这些错误，对吧？让日本人要正视历史，那你就不能通过这个电影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个？他胡锡进还要求日本人啊，你们对吧？要牢记那历史，你们犯过这样的错误。如果你拿电影去说事的话，那日本人他就开始狡辩了。你电影上说那都是假的，没有啊，所以你们是造谣。所以你要想让日本人认这个事情，你得拿历史史实说话，你就不能拿艺术加工的东西跟人家说这个。你让日本人要承认错误，那日本人说我没干过这事啊，对吧？你说那都是假的，你那电影上拍的什么？你比如说那个南京照相馆哪有这事啊？你篡改南京照相馆说得出去，就是几个德国人或者美国人，对吧？是德国人吧？拍的照片带出去的，也跟你们中国人没关系，对吧？你那都是编造的，那不就是假的吗？你把假的东西让我们来认罪，这说不过去啊。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这个我说的什么意思啊。加德老师在美国买了一套房，这个是真实的，对吧？加德老师自己承认了，但是很多网友啊
我们就说加州老师，对吧？你言行不一，你跑到美国买套房，你说美国不好，你跑到美国买房子，这个加州老师就非常难以接受，难以辩解，对吧？他就说，哎，我就是个小房子，他就非常尴尬，因为这是铁的事实，是他自己都承认了。那加州老师怎么能把这水给搅浑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州老师把这事夸大，对吧？他放出消息去，哎，这消息不知道谁放的啊，说加州老师在美国有8套房子、10套房子，对吧？每套房子是好几千万美金。啊，加到一起都上亿了，几个亿美金的，把这事实一夸大，这不就艺术加工了吗？一夸大，然后加到这个事情在网上一传，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大家都认了，都说这个加州老师在美国啊8套房子，价值几个亿美金。这个时候加州老师站出来了，对吧？说他要推翻加州老师有8套房子这个事情，他很容易啊，对吧？加州老师，我这一辈子我怎么可能赚几个亿美金呢？你谁给我的，对吧？就他反伪期工，到时候走街串巷，大把是卖艺的，能卖那么多钱吗？谁给他那么多钱呢？那么多钱他怎么搞到美国去买房啊？他真要在美国有8套房子，跑到中国在国内待着干啥呢？对吧？他再通过辟谣说我，对吧？根本就在美国没有8套房，然后这是人造谣的，通过辟这个8套房的谣来否定他在美国有1套房的事实，对吧？最后连这个都不认了，那个都是别人造谣的，你看看。所以说很多在传播说加州老师在美国有8套房的人，实际上你是在帮加州老师。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帮加州老师洗地，你以为你是在，对吧？揭露加州老师，实际上你在帮他。所以我们再换过来一看，胡锡进老师他是在帮日本军国主义，他不是在抨击，对吧？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右倾势力，他是在帮他，因为他在给日本的军国主义右倾势力递材料，递这个什么，我可以说叫递刀子吧，对吧？递了一个材料，人家一看你这是造假。你这造假，所以人家就彻底否定731，这731就没这事，都是你们造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锡进老师实际上是他们的帮凶，他自己还在这自我感动，对吧？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想让日本人认罪，对吧？让日本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得拿史实说话，这东西，对吧？你必须要有理有据，让他们抵赖都赖不了，对吧？这是一个。如果你拿电影、拿艺术加工的东西，那是要教育我们自己，我们要爱好和平，我们要中日友好，对吧？我们要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警惕日本的右倾势力，对吧？如果胡锡进老师再升华一下，他看了这个731之后啊，泪流满面，最后他想到了他的额父啊，对吧？额爹现在正在干什么事啊？额爹只要撤出乌克兰，屠杀就没有了，就没有那么多老百姓死，他就不会为他额爹洗地啊，对吧？这个才是受到这个731电影的叫艺术的叫熏陶的吧，洗礼，起到一个正向作用。显然啊，胡锡进老师去看，要么就是这个731拍的不好，没能把胡锡进老师转化，对吧？没能感染他嘛，要么你就是这个主题错了。反正胡锡进老师他没有，对吧？最后得出个结论说，哎，这个俄爹啊这么干不对，现在就应该放下屠刀，对吧？现在就应该和平，俄军只要撤出乌克兰，马上就和平了，就没有战争。所以胡锡进老师说啊，我虽然提前做了将目睹日本细菌部队种种暴行、血腥场面的心理建设，但还是看得很难过。那你胡锡进老师想一想乌克兰的布查惨案，对吧？看看乌克兰的炸毁的大楼、炸毁的医院，这一切为了啥呢？这不过是普京一个人的战争。所以胡锡进老师啊，对吧？还有很多正能量，喜欢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拿电视、拿电影去反日，所以才搞出个叫什么横店嘛，对吧？横店是这个有人类以来啊，第3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历史上是最惨的战场就在横店，什么巴赫穆特，什么红军城，什么波克罗夫斯克，那都没有横店惨，也没有横店啊这个歼灭的法西斯多，对吧？这到底是反日还是自娱自乐呢？关键胡锡进老师还感动，自我感动啊。所以建议胡锡进老师啊，看了731现在心里不舒服，晚上再找2部横店抗日神剧恶补一下，对冲一下，疗效应该不错。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